想留喺屋企跑步同 keep fit，呢部 Head 接合跑步機就啱晒你啦。Let's go！ 有冇諗過家用跑步機有幾細？用完即接，收納後得0.5平方米，唔使成部機擺晒喺個廳，咁慳位，香港家庭啱晒啦。呢部跑步機真係啱晒我啊！佢有好清晰嘅跑步時間、速度、距離同卡路里數據一目了然，好似有私人教練喺屋企咁。唔想諗，佢有15個預設運動程式，跑步唔悶又方便。對我嚟講，跑步機最緊要夠快同安全。2HP 強勁馬達，速度由1到14個 kph， 即係最高速有成4分17秒 pacing，隨你揀，慢跑、快跑都穩定暢順。跑台有減震設計，保護膝蓋，長期使用都唔怕傷腳。12段可調斜度，模擬上坡跑步，消脂更快，挑戰自己唔易悶。以為佢只係一部跑步機？你錯啦，有埋呢個控制器，你睇下，收埋扶手就變成行山斜坡跑步機添啊！喺屋企或辦公室又可以變成桌下嘅漫步機。如果你未試過家用嘅跑步機，呢部 Head 接合跑步機絕對可以係你嘅第一步。而家留言呢個字 One， 俾個優惠碼你，一律減500，快啲嚟買啦！而家買仲送埋呢樣嘢俾你添啊！